第一次到關山火車站啊，好得意啊！2013年興建到而家12年歷史，呢度出名就好多單車徑啦，同埋一啲嘅單車景點啦。親水公園咧都係啲新興建嘅單車徑，啲雲好得意喎。呢度天氣好舒服啊，24度，濕度74啊。風咧就微微咧，就2級度啦，好涼爽，開晒冷氣咁啊。繼續向前，基本上冇車㗎，成條馬路行晒啊！問咗嗰個阿伯，佢話可以食㗎喎，啲魚好新鮮㗎喎。呢度咧步行火車站過嚟10分鐘啦，已經有好靚嘅稻田，渺無人煙，離開繁囂嘅感覺。冇電線桿嘅，好似白朗大道嗰度咁靚啊！犀利啊！阿伯就喺度釣魚啦，啱啱。佢講台語，我唔明佢講咩。行到呢度咧，漸漸近我今晚住嘅民宿啦。我住嘅係山水軒度假村啊。哇！呢度充滿啲度假退休人士。啱啱我見佢踩單車出嚟都100幾人，好犀利啊！我而家行到啦，就係呢個地方啦。卖这张券，它一间是时光40分钟，4点到晚上，下午4点到晚上7点使用。今天就使用，对。然后它的左手边它的对面就是餐厅，餐厅的话早上到访号7点到9点。好，对，好，谢谢。